启示錄第6章，我看到羔羊掀開嘅7隻印嘅頭一隻嘅時，我聽到4個生物中嘅一個發出像響雷公嘅聲講：來！我一看到一匹白馬，嘅騎馬嘅那頂轎，兩束數本級嘅冕旒，然後就出去戰爭。得勝又愛得勝，羔羊掀開第2隻印嘅時，我聽到第2個生物講：來！然後一匹馬就出來，係紅色嘅，佢騎馬嘅兩束了高本級嘅劍，可以將地上嘅和平搶走，使人類互相殘殺。佢所兩束嘅係一支大劍，羔羊掀開第3隻印嘅時，我聽到第3個生物講：來！我一看到一匹烏馬，佢騎馬嘅手中拿頂天平，我聽到有聲，像係對4個生物中發出嘅講：任意嘅工錢將買1公斤小馬，任意嘅工錢將買3公斤大馬，橄欖油老酒唔好糟蹋。羔羊掀開第4隻印嘅時，我聽到第4個生物講：我一看到一匹灰色嘅馬，佢騎馬嘅命按到死，陰間天在其後背，佢就得到權柄，管轄世界嘅1/4，用戰爭、饑荒、不穩到地上嘅禽畜去吃人。羔羊掀開第5隻印嘅時，我看到佢哋因為傳上帝嘅正道，忠心做見證，本人慈禧嘅靈魂在祭壇下，佢哋大聲喊講：神聖又真實嘅主宰啊！你幾時將愛審判地上嘅人，為我哋所流嘅血聖人啊！佢哋特撒接束一輛白色嘅長袍，又聽到有話吩咐佢哋，喊佢哋血困解一下嘅，等到同佢哋相共侍奉主嘅人，老兄弟姊妹也將佢哋供養本人慈禧數目萬嘅事。我又看到羔羊掀開第6隻印嘅時，大地清準，日頭變烏，像一塊烏毛嘅布誒，日光規則變紅，像血一樣。天堂嘅神呢落在地上，像寒芒熟嘅無花果，本暴風對樹當吹下來一樣。天唔見體，像樹建起來樹苗一樣。山梁到海島也日日對人為洗走。地上嘅君王、統治者、將軍、有錢有勢嘅，並一切奴隸到自由人，全部扛在山空到岩石碰度，佢哋對山到岩石喊講：放在崖頭身上，將崖頭扛起來，把崖頭三撇坐在寶座上界面，撈羔羊嘅大法權，因為佢哋法權嘅太熱烈多咧，萬人企得起呢。